我现在在义乌站内候车，我把义乌站内分享给大家看看。其实以一个县级市的这样的一个车站体量和建设标准来讲，义乌站算是顶级的了啊，排前面的，在全国来讲啊，对不对？这是它的一楼的大概的情况。好，这边是二楼，二楼候车厅。不管从面积和整个装修状态来讲，算不错的啊。但是我一直强调，它的这个县级市这样的一个城市行政级别规模。